志明市作為越南最具有活力嘅一線城市，房地產市場同樣從今年開始持續回暖。以下幾個樓盤都已經開放俾外國人買，涵蓋由性價比超高嘅國際社區到國際頂級嘅豪宅，有多元選擇。無論係自住定係投資，都展現出獨特嘅價值同潛力。同樣，我哋都係由單價低到單價高嘅順序嚟介紹。Elysian 位於胡志明市東邊嘅第9區，係未來城市規劃重點發展嘅區域。Elysian 以實惠價格成為胡志明稀缺嘅上車盤，均價2800美金一平方米，低過全市中位數價格。但係交樓品質同小區環境就遠高過本市同價位。隨着周邊配套逐步升級，科技園區同大學城嘅逐步完善，未來升值潛力可以期待。第二個項目就係 Zetland City， 均價大約3500美金一平方米，位於胡志明市西部嘅新富軍，係一個低密度大型屋苑，由馬來西亞知名發展商 Gamuda Land 打造，內部配套非常完善，涵蓋學校、公園以及商場，稱得上係一座城市花園，綠化覆蓋率非常高，交通上鄰近在地鐵2號線站點，現樓發售，投資回報率十分搶眼。第三個項目就係 Global City， 均價大約7000美金一平方米，由 Masterise Homes 打造嘅超級國際大盤，佔地117公頃，由英國知名嘅設計事務所 Foster Partners 操刀設計、規劃，涵蓋別墅、公寓、商業街、國際學校、高爾夫球場、商場以及露天音樂噴泉等高端配套，猶如一座未來新城，相信會成為胡志明市生活同文化嘅新地標。第四個項目就係 Eden Park， 均價大約8000美金一平方米，項目坐落於首德市安富區，鄰近義軍嘅草田富人區、國際學校、高端社區，由 Gamuda Land 打造，社區內部配套稱得上係區域內嘅天花板，擁有景觀花園、水系公園、健身室、瑜伽房、泳池等豪華設施，更加可以遠眺胡志明市嘅 CBD 天際線，係適合追求極致居住體驗同埋長期資產保值嘅客戶群體。胡志明市嘅房地產市場蟄伏咗幾年之後，又重新煥發上漲動力。今年嘅升幅好可觀，由門級嘅性價比社區到國際頂級豪宅，選擇豐富。隨着城市擴容、地鐵、新機場、舊城改造同新 CBD 建設持續推進，胡志明市嘅優質樓盤再次受到國際投資者嘅青睞。而家正係佈局呢座東南亞核心城市、未來金融中心嘅好時機。我係港人 Kenny， 想了解更多項目詳情、親身考察或者想知道越南置業嘅最新資訊，揾我傾下啦。